这破宗门有点抽象啊。不行，得赶紧回去吃2粒绝境散补补。我靠，什么玩意儿？英雄救美？不对。根据蜀山18000条毁灭论推断，此女子的出现必然是阴谋啊！赶紧走。救我！嘿嘿，姑娘，你先放手啊，我回去搬救兵啊。别走！一个练习期的废物，还不速速滚开！打扰了我们的雅兴，要你狗命！哎，细皮嫩肉的，肯定很好吃。罢了，总不能见死不救。谁说练期初期不能打死你们？就凭你，还想？这居然是毒物！你不是蜀山弟子吗？你贫道蜀山剑派薛云，尔等携修受死。这是筑基期的灵力波动。你都筑基期了，还下毒，卑鄙啊！都什么年代了，谁还跟你正经斗法？此女有些棘手啊。我还活着，有人救了我。做好事不留名，哼哼，还好我有留影石。好帅！快呀！奴才救驾来迟，终于到了，请公主恕罪。恕罪也行。3天之内，我要这位少侠全部信息。是。师傅，您要不去劝劝大师兄？算了，随他去吧。人生无常，何必活得那么累啊？如果当初我没有选择放弃，或许我们也会在一起。师傅，你道行也不坚啊。你不懂。那年杏花微雨，大明湖畔。够了，这破宗门太抽象了，满门恋爱脑。哎，对了，学长，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。大夏王朝的长公主如今拜在了为师的门下，日后啊，她便是你的小师妹了。长公主？坏了，怎么有种不祥的预感？学校师兄，啊！坏了，找上门来了！上次谢谢你救了我。能拒绝吗？晚了，去吧，带领小师妹入道。虽然你的修为啊不过练气，但是完全可以胜任这份工作。师兄，你说我该修什么道啊？为了蜀山稳，我必须亲自调教小师妹。上岸第一剑，先斩意中人，当然是学我蜀山无情道。无情道？那不是和尚修的吗？胡说，和尚还能还俗呢。修我无情道，保证你水泥封心，断情绝爱。鹿儿已经成功拜入蜀山，第一步计划已成，但还是需要你帮我遮掩天机。选个埋骨地吧。南疆无望山。无情道的断情绝爱，听起来也太酷了。无情不是绝情，而是让你明辨是非。
假如有一个魔君，他为了他的爱要与天下为敌，你怎么看？那我觉得他好痴情。那如果他为了他爱的人要杀了师兄，杀了天下人，其中还包括你的父母、你的亲人，怎么办？我明白了。记住，仙人动情，人间不宁。无情道从来不缺学生，缺的是毕业生啊！小师弟，四师姐，四师姐，这是咱们新入门的小师妹。确实是个美人胚子。小师弟，好好照顾她。好的，师姐放心。婉儿，你们银剑锋小师弟李玄霄的实力怎么样？练气初期，不过他很努力。李玄霄，哼，敢跟婉儿如此亲密，正好杀死公主后，还缺一个替罪羊。要怪就怪你太弱。哎，婉儿，是危险的气息。不对，怎么了？我最近命犯桃花。那不是好事吗？命犯桃花，代表有人对我图谋不轨，代表危险，代表敌人。最近我恐遭劫难啊！怎么办啊，师兄？你还在练气期，你连蜀山门口的看门狗都打不过，快跑吧，快跑吧！没事儿。我去，我已经做好7749种预案，另外还有大大小小100多种备案。师兄，你也太稳健了。等会儿，这么说，你应该是隐藏实力了吧？别乱说，我就是练气初期。按照师兄的性格来推算，他说是练气初期，那起码是筑基初期了。我看你已有取死之道。我肯定不会说出去的。那就好，让他误会也好，这样就可以隐藏我筑基巅峰的实力。哎呀！是春夏秋冬4柄神剑，可惜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只能掌握春雷剑。这老贼还真是大方。师兄，蜀山除魔令到。命银剑锋弟子李玄霄赵露即刻下山斩妖除魔。等等，这除魔令是你刚刚闭关出来的时候，就有人送到你手里，然后告诉你银剑锋的指标没有完成。完全正确。师兄你怎么知道？看来灾难已经降临了。师兄，这怎么办？你虽然是筑基初期，但那默默都是筑基后期了。要不，你还是陪我去皇宫去当驸马吧。那除魔令上也有你的名字。根据第13套预案，恐怕这次的灾难不只是针对我，也针对你。救我啊！去准备2副棺材。去买2套棺材干嘛？我师兄要带我去死。这次的除魔下山，目的地是南疆无望山，由我负责带队，跟上。南疆危险，小师弟要是害怕，届时可跟在我身后。走吧。
大家自行散开，普通妖兽自行斩杀，大型妖兽千里传讯。是。小师弟，要不师姐陪你吧，山中危险。多谢师姐美意，此番除妖，我想自己历练。哦，好。要是有危险，记得发信号。庭院内的花开又落几下。李玄霄，你才炼气初期，实力弱小，不要带师妹深入南疆。咱们也走吧。只要斩杀公主赵露，嫁祸给李玄霄，就可以以此来要挟蜀山，完成皇上的布局。师兄，棺材我已经准备好，提前说好，我们一定要葬在一起。棺材是给你准备的。师兄，你又欺负人！别动！拿命来！不是说银剑锋的人都很高尚吗？怎么小师妹说卖就卖啊？慕容师兄，我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与你的确无冤无仇，但奈何你背后的人想要你死。不愧是我大夏长公主，确实有点本事。那我便不客气了。慕容墨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我卑鄙，我再怎么卑鄙，也比你这个什么临阵脱逃的狗屁师兄强。可悲吗？你心中敬爱的师兄，却无情的背叛了你。我师兄会给我报仇的。给你报仇？哼！公主放心，我很快就让李玄霄来陪你。师兄，来世再见。这气息是中极后期。毒针，这么卑鄙，你到底是正派还是邪修啊？唉，我的法宝。是不是发现刺入经络的位置正是运转银月环的经络？你怎么知道我法宝的名字，还有运转的经络？你以为你是猎人，其实我早已经暗中观察你3年之久，连你穿的什么内裤、什么颜色我都知道得一清二楚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这破宗门太抽象了，我必须保证全宗上下19863个人都是无害的，否则蜀山必灭。你他妈有病啊你！唉，你不懂我到底为宗门付出了多少。别杀我！你就不想知道我背后的人是谁吗？没兴趣。
师兄，还是你厉害。棺材呢？哦，怎么弄？把慕容墨化成粉，装进棺材，一个埋在北域，一个丢在东海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完事儿直接回蜀山。哎，那你去哪？别管了。好。师兄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渡劫期的修士在斗法。不会吧，这么倒霉，出门没开黄历吗？趁着还没打过来，我们快走。嗯。师兄小心！师妹快走，在南疆外围等我。哦。好快。唉，这修仙世界还真是残酷，稍有不慎就会生死道消。好重的妖气啊！真这么倒霉吧？完了，无命休矣！你是蜀山那个牛鼻子的弟子啊，前辈认识啊！带我晕哎，晕倒了，好机会啊！妖女受死！妖女受死！斩不断。我靠，这都不死啊！你牛，我走还不行吗？前辈，你醒了？走。好嘞。为我疗伤。好。这药有点疼啊。少废话。五毒酸起作用，那再来一瓶浓硫酸。怎么还没死？看来药不够猛啊。这是什么？你的伤太重了，要加点药效。好。起作用了，那我再来点更猛的。30年的鹤顶红，50年的孔雀胆，60年的断肠草，100年鸩酒。哇，这不信你不死！嘿嘿，终于要死啊！你这样，效果不错啊！我觉得伤势好多了。算你难杀。来，换药了。这上面抹的什么呀？破山蜂、寄生虫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要你练，呸，治你病的东西。
哎，你别说，你这个破伤风寄生虫还挺好用的，我现在觉得身体好多了。确定了，这妖女极品体质，百毒不侵。哎，对了，你的名字？行不更名，坐不改姓，鄙人慕容墨。我记住了。哎，你去哪儿？你不渴吗？我给你弄点水喝呀。越是春来梦里，你人还怪好的。天边是晴，朝野在无寒息。静待花开之处。这妖女那么重的妖气，起码杀了有100万人。不行，得搬救兵了。也不知道周围有没有正道弟子。这是救兵？好重的妖气啊！混蛋柳秋水，居然困了我这么久！柳秋水，4大魔教修罗殿教主。不行，我得赶紧走。喂，站住！老天爷，你不要这么玩我吧！蜀山弟子，给本尊疗伤，否则弄死你！这剧情好熟悉的感觉啊！哎，又是一个难杀的。你看过本尊身子的事情，若是敢说出去，弄死你！明白。本尊名为帝女凤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帝女凤，4大魔教天煞殿的殿主。在下慕容墨。这名字好生卑贱呢。以后你就叫旺财吧。啊，过来，旺财，本宫允许你用卑贱的舌头舔本宫的脚。这么变态吗？怎么不够？贪心的东西。行吧，你舔的时候，本宫会用脚踩你的脑袋。不了，我只愿跟随主人左右。算你嘴甜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本尊炼制的生死丹，服用后必须每年都找本尊来要解药，否则你会死。唉，果然是妖女。老大，我去给你弄口水喝呀。去吧，你这倒还算勤奋。修罗殿的帝女凤，天煞殿的柳秋水，这2位顶尖魔修怎么会突然在南疆开战？你回来了，怎么样？外面安全吗？安全。张嘴。这是我自制的控神丹，内藏剧毒。我靠，能不能换个花样啊？不好，毒上加毒，我要完了。不舒服呢，也是正常，稍微消化一下就好了。这个呀，是入我修罗殿的宝玺。我没死，那2股毒素中和了，而且我的修为也达到了终极巅峰。大惊小怪。好了，慕容墨，从现在开始，你就是我修罗殿的参见店主。起来吧。
赶快出去打猎吧！你都已经睡了3天了，本尊好饿。好，修为消化的差不多了，可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。快跑！天上天的人来了！贱人，又是你！帝女凤，我不会放过你！此时不跑，更待何时啊？遁地术。师兄，听说你被帝女凤和柳秋水打死了，我一定会替你报仇的，哪怕与天下为敌。闭嘴！不许废话。道心不坚，回去把钢铁道心是怎样炼成的？假如给我3天道心抄写10遍。知道了。最近低调些，我怀疑柳秋水和帝女凤之间的战斗，很有可能是为了遮盖天机，为慕容墨创造条件。你是说他们这么大的手笔，只为了杀我们2个喽啰？不是杀我，是杀你。我？别忘了你的另一重身份，大夏长公主。你是说有人要谋权篡位？不止。我现在回去闭关。不是，你刚回来，你又要去闭关？闭关写这次南疆总结，先复盘100遍，再推演500遍，最后针对各种情况做出1000套预案。好帅啊！第一步计划失败了。什么？我勾引帝女凤打了3天3夜，精元耗尽，为的就是帮你遮掩天机。你现在告诉我失败了？别急，第2步计划已经启动。那天煞殿上代教主即将在蜀山复活。魔君梵月，哼，不错。不求那教主能够覆灭蜀山，只要能动摇根基，引起天下大乱，朕就能趁机吞噬众生成仙。那你的大夏长公主还杀不杀？暂且不杀，朕突然觉得她还有大用。筑基元灵，不日便可突破金丹。师兄，师兄，这是这个月的蜀山弟子异常情况记录。啊！扫地大爷表白失败。根据蜀山威胁论推断，这扫地大爷应该是个绝世高手。记得送温暖，防止他表白失败，立刻黑化。明白。有个傻子喜欢四师姐。据说是四师姐尤里带回来的，没有记忆，那就是喜欢四师姐。没有记忆，不送去医馆，带回蜀山，这恐怕是慕容墨背后之人的第2步棋啊！那怎么办啊？去把门关上。师兄，你终于要对我下手了吗？师兄，你这是？这段时间你来当李玄霄，我要暗中调查此事。知道了，到时候偷偷往师兄衣服里下合欢散。不许给我下合欢散。哦，知道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，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我杀了好多人，我好怕。
傻弟弟，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善良的人。可是我如果真的是坏人的话，他们会不会欺负我？你是我弟弟，即便与天下人为敌，我也会站在你这边。最喜欢姐姐了，已经喜欢了3生3世，要为姐姐种下10里桃花。3生3世10里桃花，此子有大问题。你看，根据调查结果显示，四师姐就是在这里发现梵月的。奇怪，这里的河泊、山神，还有其他灵物，怎么都消失了？店主，根据推演，君上就是在这里复活的。有人来了。帝女凤，那梵月跟天上殿有关系？不是说在这里复活吗？人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废物！君上当年创立天煞殿，立下千年转生一次的规矩，你们岂能逾越？属下这就派出全部矫正，寻找君上。快去！是。老东西还想回来？哼！等我找到你，必灭你三魂七魄！哼！谁？慕容墨。老大，你也在啊？你还活着？跟我回天煞殿！你这是什么？自幼修行，师傅便教我济世渡人，除魔卫道。今日别过，望此生不见。还有，柳秋水比你漂亮。慕容墨，柳秋水，我要撕烂你的脸！等一下，怎么样了，师兄？梵月查清楚了吗？那梵月就是天煞殿的创立者，当年的天煞魔君。也就是说，没错，根据18000条蜀山毁灭论推断，此人必会灭了蜀山。我这就去禀报师傅，斩杀邪魔。不可，那梵月有3世力量，强横可怕，如果不能一击毙命，必会引来祸端。那多叫几位长老呢？也不行，如果他再次转生，回来肯定干死咱俩。而且四师姐也会因此黑化。那怎么办嘛？梵月一天不死，我睡不着觉。看来得启动第54套方案。这不是能引动蜀山剑阵的神符吗？师兄，你怎么会有？当时掌门还活着的时候骗来的。还好你是加入了蜀山，你要是堕入魔教，久咒不宁。梵月弟弟，改日我一定引荐你成为蜀山弟子。只要能陪着阿姐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好，我们永远在一起。开有落几下，时间就长大。檐下风吹发。杀光九州，杀光天下人，成就仙位。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等着，我去叫医师过来。姐姐
既然你已经苏醒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姐姐，姐姐，小狗，喂，别跑！站住，小狗，别跑！前面是悬崖，别动！不要，那是姐姐送给我的玩具！啊！终于找到你了。这是哪儿？我的头！不好，这里有危险，要赶快走。想走，做梦！蜀山剑阵！就算我血屠6000里，献祭100万人，你们为何阻止我们真心相爱？为何又要杀死我？为了他轮回3生3世，承受情爱之苦，难道你们觉得还不够吗？我想起来了，我叫梵月，天煞殿的魔君，为了心爱的女人轮回3生3世，前世就是被这蜀山剑阵杀死的。不行，我要去找苏婉。老头子，再助我一次吧。蜀山剑阵，看！为什么会这样？是谁？是谁在算计我？纵横荡邪魔，一剑点战群妖。我这无心，我逃不出去。不行，我不能死在这里，我要回去见苏婉。就算是世间最锋利的剑，也不能斩断我们爱情的羁绊。在明天天地之中，让真情与我分分，月光上有你并肩照我，害怕会有天在永远相遇之前，是为永远的风波，你就这样速攻成无需避难。这是什么热血动漫吗？怎么喊着爱情的羁绊就变强了？没有人能阻止我们相爱，哪怕这世界毁灭。苏婉，我来见你了。蜀山镇世剑，不要杀我！不要杀我！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再去见苏婉一遍！不要杀我，求求你了！为什么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你说我滥杀无辜，可他们失去的只是生命，而我
失去的可是爱情啊！又一个恋爱脑，你不死谁死？我已经偿还了罪孽，为何还是不肯放过我？这第二步棋确实厉害。山雨欲来，唯有实力才能自保。看来要准备突破金丹了。蜀山剑阵震动，不知道是哪个不长眼的妖怪敢闯我蜀山。我听人说，梵月弟弟往这边来了，他该不会被剑阵杀了吧？你确定吗？这里的魔气很重，如果是真的，那梵月很有可能就是大魔转世。不可能的，梵月弟弟心地十分善良。那我就不知道了。梵月弟弟，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才离开一会儿，你就消失不见了。师姐，别那么紧张，也许是恢复记忆下山了呢。人世间不都是这样，有的人来，有的人走。可是他那么傻，要是被人骗了呢？不行，我要去找他。师姐，你忘记蜀山的祖训了吗？不为一人，只为苍生。可是如果连一人都无法保护，又如何保护苍生？小师弟，师姐知道你一直喜欢师姐，但是你原谅我，暂时无法接受你的心意。啥？好歹他也是我干弟弟，给我一点时间吧。师姐，你别说了，我懂。师父，师叔，我先走了。哎，走吧。昨晚高危重点名单，特别记录。是。废物，都是一群废物！老疯子，你的计划好像不大行哦。第一步计划失败还情有可原，连续2步计划失败，这绝不是偶然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连续2步计划失败，是有人故意搅局？没错，看来我们还是小看蜀山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？以身入局，昭告天下，朕要在大夏王城举办除妖大会。老疯子，你要献祭大夏的龙运，成就仙路。不成仙，终为枯骨。让你的修罗殿随时待命。说好了，事成之后，我要的报酬要翻1倍。放心，只要朕成就大业，区区国土，朕全给你又如何？说好了。果然是个妖女。等朕成仙，一定好好玩弄你。来人，奴才在。让你查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奴才暗中打探上百座城池，无一人能答出宫廷玉液酒的下一句。继续加大力度。是。这个世界的另一个穿越者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朕很想吃掉你。师兄太大力了！呀！师兄，我真不行了。给你疏通一下经络，你鬼叫什么？师兄，你突破金丹了吗？失败了。失败了。
那就是成功了，而且是1品金丹。为什么？如果是普通金丹的话，你就不用隐藏修为，说自己是在练气期啦。赵露，特级危险，排行第一。五花是不会说出去的。最好是让他误会我是1品金丹也好，这样我就能掩饰我的超品金丹了。超品金丹比1品金丹强大100倍，能让修士跨大境界杀敌。金丹可斩元婴。哎，师兄你干嘛去啊？闭关了2个月，我去看看扫地大爷有没有黑话。这就是教主找的慕容墨啊？可他分明是李玄霄啊！什么？你说慕容墨的真名叫李玄霄，他还没有死？千真万确。不惜一切代价，把他给我骗出蜀山。教主放心。好你个李玄霄，你骗的本尊好惨！我一定要把你抓回修罗殿，好好玩弄。哎呀，这秋水不愧是我暗恋10年的女人，越长越漂亮。哎呀，秋水让我去骗李玄霄，他应该是想见我一面，想我了。宋师兄，你干什么去？师弟呀，我刚吃完饭，我出门溜达溜达，我这就回去了。怎么了？我刚想起一件事情来。前段时间我发现一座元婴洞府，里面全是宝贝。走，师兄带你求宝去。好险，差点把秋水的任务给忘了。好荒唐的理由，不过倒是可以将计就计，没问题。那就明儿见。雪橇，你是何时知道他背叛的？3个月前，他通过黑市偷偷买了柳秋水的原味袜子。你怎么知道？蜀山的黑丝产业都是我经营的。哎呦，在我银剑锋上，你真是屈才了呀！过奖过奖。那袜子是真货吗？师傅，您买的时候没觉得那味道像二师兄的汗脚吗？什么？这爱情的苦，我吃够了。你不必听我直到梦里温柔的情话，你不必看那在我眼前。哎呦，没事的，没事的，吐出来就好了。还是先说正事吧。既然知道宋奇泽是柳秋水的人，你打算怎么做呀？当然是覆灭修罗殿了。柳秋水不死，我睡不着啊。修罗殿一事了结以后啊，你就准备去大夏王城。去大夏干什么？30年一次的除妖大会开始了，届时不仅我们蜀山派要去，周围的各大王朝和宗门都要去。师父刚上任掌门，需要你撑撑场面吗？这个节骨眼办除妖大会，难道布局者在大夏？哎呀，奇怪，约定时间到了，这李玄霄怎么还没来？
哎呀！哎呀！别打了！哎呀！说，修罗殿接应的人在哪里？呸！秋水是我心上人，我是不会出卖他的。哎呀！哟，还是个硬骨头呢。那可不，我们俩青梅竹马。柳秋水胸前有颗痣。什么？柳秋水背后还有一株蝴蝶，动情的时候才会绽放。别说了，我招还不行吗？哎，像你这种可怜的人啊，在他的池塘里，算不算一只癞蛤蟆？都这么晚了，人怎么还没来？不会出意外了吧？哎，咱们只负责监演，要记住职业生存法则，其他的我劝你别管。多谢前辈。来了。啊！哎呀，动手！哎，你这闭嘴！职场生存法则，不该问的别问。那是假的。报告教主，李玄霄带回来了。教主，不辱使命。哎，老大，好久不见。我是该叫你慕容墨呀，还是李玄霄？名字就是一个代号，老大你要愿意，叫我旺财也可以。哼，旺财果然是个好名字啊。不过你不该骗我，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人敢骗我。所以你费尽周章把我骗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些？当然不是。虽然你骗过我，但看在你运功帮我疗伤的份上，我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什么机会？听说你们蜀山第一大战力是银剑锋的灵虚子啊，把他给我毒了。啊？毒杀灵虚子？你该不会是怕了吧？嘿，怕倒是不怕，就是这个东西我有点不太会用，你得教我呀。这有什么可不会用的？这就是打开，然后再撒。蜀山符箓，你不是李玄霄？嘿嘿，我当然不是李玄霄。灵虚，是你！刘秋水，你心太黑了，让我拿毒药毒死我自己啊！真正的李玄霄呢？不对啊，你现在不是应该好奇你那个蜀山卧底宋其泽吗？他叫宋其泽，果然池塘里的鱼就是没有资格被我记住名字。像你这种妖女，思想固然无法理解。哎，动手吧！哼，你是想一个人单挑我整个修罗殿吗？不试试怎么知道啊？好，我就成全你。很帅，但我这个更帅。前来！老东西，有点本事。武神大阵，开！修罗护山大阵名不虚传，果然不是可以轻易攻拿下来。灵虚，今日我修罗殿就是你的埋骨之地。你笑什么？虽然壮烈惨死在魔教的确很帅，但可惜呀，老夫只喜欢正义的群殴。什么？众弟子，结阵！拖了这么久，这时间终于到了。蜀山弟子，斩妖除魔！去！
蜀山弟子斩妖除魔。众弟子听令，结界阵。区区蜀山弟子也敢在我修罗殿造次！杀！蜀山剑阵第一式，剑开天门。我师兄跑了。二师兄，你也来了，你终于明白身为蜀山弟子真正的职责了吗？摘心的苦我吃够了，就让我走得洒脱一点吧。哼，果然没一个正常的。你说师傅要是失败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最近在10000套蜀山毁灭论的基础上，研究出了一套更适合蜀山的道路。什么？我愿称之为蜀山流浪计划。蜀山流浪计划？没错，我怀疑10000套计划根本挡不住蜀山灭门，所以我打算建立2号蜀山，随时接应大家。怪不得师兄偷偷卖黑丝，原来都是为了大家。令许道长启动这气量，诸位蜀山弟子，随我一起杀入修罗殿，斩妖除魔！斩妖除魔！斩妖除魔。老头子，我又来看你了。天煞殿的魔君灭了，修罗殿马上也要灭了。从上山以来，你让我秉持正道，我都做到了。我多想你能见证这一切。你就是李玄霄吧？看来，你果然因为食堂大妈每次多给我㧟2勺肉就恨上我。你说什么？哟，这是蜀山剑阵中的剑意呀！哎，你蜀山剑阵也能操控吗？蜀山剑阵你都知道，那就更丢你不得了。哎呀，误会了，你先冷静一下啊！走你的！这小瘪犊子，哪有你这么对待师祖的？我算是明白了，那老狗为什么把你留在身边。师祖比我预想的要弱一些。你说什么？按照我的设想，您的实力应该是仙人之下我无敌的境界，所以才会因为得不到大娘，黑化灭掉蜀山。蜀山有你，真是福分呐！所以，师祖您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这天下恐怕要大乱了。这天下恐怕要大乱了。然后呢？这大乱的根源有2处，这第一呀，就是咱们蜀山。没了？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呢？哼，咱们蜀山这么抽象，不是恋爱脑就是什么黑丝屁，不乱才有鬼。有道理。这第2处啊，就是那大夏王城。大夏王城楚瑶大会，
这天机只给了一个朦胧的线索，具体的还得实地调查。所以师祖，你是想我去参加除妖大会的时候，顺便调查一番？没错，那老狗活着的时候告诉我，事关蜀山生死、天下灭亡的大事，就让我找你，说你一定能够帮忙。那么，按照剧情，拿来吧。拿来什么？宝贝啊，绝世珍宝啊！宝贝啊！哎，食堂好像要开发了。哎，真是和那老头子一个姓。看来，准备蜀山流浪计划之前，要先去一趟大夏王城了。听说你修罗殿被阴了一手，那蜀山远比我想的更加强大，也更不要脸。毕竟是天下第一宗门，除妖大会一事不方便动用4军。你修罗殿现在还剩下多少人？只剩下4大长老和几千名教主，足够奠定胜局了。吩咐下去，让他们隐藏在王城当中，准备除妖大会。师兄，你当时明明还在我身边，怎么就突然一下不见了？我怕柳秋水跟我同归于尽啊。哦，那你最近可要小心点。修罗殿虽然灭，可柳秋水没死。哼，我当然知道了，魔教中的高手，怎么可能那么容易被杀死？那你还敢出来？谁跟你说我出来了？是吗？现在的我只是一具傀儡，真正的我在山中钓鱼。你以为我在钓鱼？不，真正的我其实在树上。你以为这是我？不，你又错了。对不起，我也是分身。同时操纵4具分身，确实有些疲惫。话说回来，我来大夏王城是为了调查事情的，你跟着过来干什么？我也想回家看看呀。嘿，各位，最近的悬赏出来了，谁要能对出下一句，赏金100两。100两，100两啊！上联是宫廷玉液酒，180。不好，这是另一位穿越者。180。什么180？没事啊，继续吃饭啊，继续吃饭。哎，还有没有？100两，没有回答吗？好，下一句只要能答上来，赏金500两。哎呀，500两，500两！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啊？哎，我说各位，500两啊！师兄，师兄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都在这说了好几年了，也没人答得上来。是啊，还好吧？你们知道我们这届的考题是什么吗？得了灰指甲。我操，下句是什么？还有呢，什么白云她丈夫的名字叫什么？大锤多少钱？小锤多少钱？你们听听，这什么跟什么呀？这都是，简直就是礼乐崩坏，礼乐崩坏呀！对呀，圣人之言都你们大夏还挺抽象的。是啊，父皇一天到晚不知道出什么奇怪的题，什么治痔疮用钢钛，哎，不知道一天叽里咕噜说啥。大夏皇帝，那就见上一面吧。启禀陛下，您要的人才我给您带过来了。退下吧。是。参见陛下。宫廷玉液酒，180一杯，这酒怎么样？听我给你吹。
二营长的武器是什么？意大利炮。我叫白云，你叫？我叫黑土。你71，我75，你属鸡，我属虎。对上了，都对上了！哎呀，兄弟啊，我可找到你了！哎呀，太好了，大哥！哎呀，太好了！大哥，我也找着你了啊！你可要带小弟吃香的喝辣的，再给小弟封个什么爵位啥的。大哥，您能别笑了吗？您这笑的，我有点害怕啊。哦，来，兄弟，来，上这嘎，来，走，哎呀，哎，上去，哎呀，好，正好，哎，好嘞，这大哥，这是干啥呀？哎，兄弟啊，要怪啊，就怪你的命不好，用你的血来成就朕的大业吧。哎呀，哎，怎么回事？为什么飞升台没有亮？啊？为什么飞升台没有亮？哎呀妈，你不是修士啊？大哥，我是穿越过来，没有修行天赋，根本就没办法修行啊！废物！你是我见过最废物的穿越者。你不能修行，你不能修行，你不知道搞生意吗？你不能修行，你不知道发展人际关系吗？你瞧瞧朕就是一步一个脚印儿，继承了我父皇的皇位，才走到今天呀。我也没想到我这么垃圾吗？不对，你真的是穿越者呀！如假包换。你过来了。林黛玉是怎么擒的猛货？A. 自取 ，B. 火攻 ，C. 吐口水。遇事不决就选 C。选 C， 我选 C。你妈！林黛玉根本就不认识猛货，说，你他妈到底是谁？哎呦，皇上饶命啊！草民只是一介山匪，听命行事。有人告诉草民这么做就会有一辈子荣华富贵，皇上。那是谁？草民没看清。废物！你这种废物，活着也是浪费粮食，不如进了我的万魂幡。朕知道你能听见，老乡啊，好手段呐！不如俺俩见面唠唠，朕的江山分你一半啊！毛贼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朕都要把你找出来，狠狠的吃掉，蒸着吃，炸着吃！万魂幡，飞升台，这老皇帝手段还真多啊！等等，万魂幡，果然，大夏在近10年来发生了多起人口失踪案，看来都被那老皇帝吸进了万魂幡。山雨欲来风满楼，看来有些事情要提前准备好。不错，风铃玉袖，风水绝佳，乃是一处上好的修行之所，不枉我花费上万银子将这儿买下来。怎么又来一位修士？想要占有我的神草山，必须通过我的考验才行。哼，想要成为这神草山的主人，没有一颗坚定的道心，是万万不可的。帅哥，你也在这里修炼？你是？奴家是这山中的妖精，特来拜访您，给您带了一份礼物。什么礼物？
当然是奴家自己。那我就却之不恭。啊，那边有我跟他好的茅草屋。都依公子的。走吧。果然，没有一位修士能过得了美人关。唉，看来又是个废物。公子，你的茅草屋在哪里啊？莫非你是想和奴家在这光天化日之下？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往后一点。啊，这里。再往左一点。这样。再往右一点。啊。哎，对，就是这儿。你做什么？妖孽，竟然敢涂抹我体内的淫阳，究竟是何居心？你对女人不感兴趣？心中无女，拔剑自然神。此子的道心居然如此坚定！不，我不信！竟然能破了我的解忧人，还好我藏有。施为计毒之，去！我倒要看看你的道心能承受我几剑！道心显化！你做了什么？我这道心显化的术法，能够将人的道心化作石头。道心越坚定，石头就越大、越硬。而你的道心，怎么小到我根本都看不到呢？你真没看到啊？在哪儿啊？我靠！好大，好硬的道心！我靠！好大，好硬的道心！你是这神草山的护山神器吧？你怎么知道？道心显化之术，明显就是为了测试我够不够资格成为神草山的主人。对，你猜的没错。那这么大、这么硬的道心，喜欢吗？谁知道你道心是不是中看不中用，硬不硬？得试过才知道。满意了吧？确实很硬。剑灵，拜见山主。那大隋皇子同意与陆儿的婚约了吗？禀陛下，同意了。那就好。你现在去写一封退婚信，给大隋皇子送去。主子，这不太好吧？快去办。是。你这一手是何意啊？你还记得我跟你说陆儿还有大用吗？此次除妖大会，大隋也会参加。我要在那大隋皇子心里留下恨意的种子。你是说想让那个皇子杀了赵陆？没错。既然蜀山这边无从下手，那朕就以身入局，在暗中动手，让陆儿在天下人面前被那大隋皇子所杀。被那大隋皇子所杀。你果然是个老狐狸。然后呢？然后你修罗殿被那大隋指使杀光在场所有的人，届时我就能联合蜀山向大隋发动进攻，挑起战火，喂养万魂幡，成就霸业。你一个连自己女儿都想杀的人，
怕你把我修罗殿也给卖了。你还有的选择吗？如果你不跟我合作，你的修罗殿终将会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。蜀山、李轩霄，我一定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李轩霄，没错，让我修罗殿覆灭的正是李轩霄。这名字怎么让我觉得脊背发凉呢？所以你现在只听我的，唯命是从。我为蜀山付出这么多，苍天终于有眼了。这剑灵，莫测境界不会低于大成期。起来吧。山主，我们的门派叫什么名字？暂时就叫九流门吧。好，我这就去把神草山改成宗门。好，这项重任就交给你了。对了，公子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你说。我的本体被困在这山上几千年没人动过了，公子可否玩一下我？啊？下次吧。公子莫非是嫌弃我？不，除妖大会就要开始了。师傅，弟子此番前去除妖大会，危险重重，恐遭不测呀。求师傅给几件法宝。师傅，你要是出口气，我就当你答应了。我就不客气了。蜀山令可以调动所有蜀山弟子，我靠，放这也太随意了吧！这下可以放心了。师傅，徒儿走了。殿下，那大家的长公主真是太过分了。您好歹也是大隋的皇子，他居然敢退婚，这次除妖大会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哼，不就是退个婚吗？你急什么？这可是奇耻大辱啊！不，是磨练。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您不生气啊？不仅不生气，我还得感谢他。好吧。我今日能如此忍耐，全都是因为我有一位笔友。为了找到你，用尽我们什么时候能见面？几个剑在岁月里不曾落幕。他不会以为我是女的吧？不行，得强调一下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若是你我兄弟有缘，定会相遇的。这下应该就没问题了。相逢何必曾相识，若是你我兄弟有缘，定会相遇的。兄弟，太好了，他是个男人。幸好提前准备了这次大夏王朝除妖大会，否则还真得出大问题。那老皇帝还真阴啊，居然挑起大隋皇子和小师妹的关系。师兄，各方代表都到齐了，父皇邀请我们进宫参加宴会。还记得我走时候跟你说什么吗？记得，跟紧师兄，绝不掉队，保持谨慎。很好。可是我们是不是过于谨慎了？那可是大夏王城，光都节气的修士就有10几位，谁会在这儿造次嘛？怕就怕真正的危险不是来源于外部，而是内部。
陛下，大隋奸细来报，那皇子并没有意料中的痛恨公主。看来大隋的人也都不是傻叉，知道何为委曲求全。陛下，那咱们接下来，你继续筹备除妖大会，这都是小事儿，无伤大雅。是。你说，我都是天下的帝王了，怎么还被各方势力掣肘？打仗要找借口，杀人要提防蜀山，还不是因为你呀，不够强。如果你够强的话，蜀山又有何惧？群臣杀了便是。你说的对，所以朕为了变强，不惜牺牲一切代价，包括自己的女儿。你放心，我们修罗殿会全力配合你的。我去布置了。想要成仙，除了晚婚饭，还要飞升台。哎呀，这个该死的穿越者，你他妈到底搁哪呢？谁在背后骂我呀？师兄，吃水果。再来点，再来点。红火如果打起来，我该怎么逃跑呢？小师弟，师姐不在的这段时间，你有没有好好修炼呀？师姐，你怎么也来了？我在外面游历了一圈，现在心情不错。刚回到宗门，就听说你来参加除妖大会，这不是关心你的安危吗？师姐，你不对劲儿啊！师姐想明白了，你说的没错，有些人只是人生的过客，要珍惜眼前人才行。我也没说过呀。师姐都懂，你一直在默默的守护师姐，这份情，师姐不会忘。这恋爱脑还真是先天抽象圣体啊！大抢我师兄！炸死你！我炸死你！你又在干什么？晚，全晚。陛下驾到！不好意思啊，诸位，朕来晚了。王见王，穿越者老乡，又见面了。诸位同僚，请。为了找到你，用尽庭院内的花。这老东西，来者不善啊！一杯敬朝阳，一杯敬月光。蜀山少侠没有幽默感呀！什么清清脆脆都爱，什么都爱。没事儿，继续继续。哎，这个老东西还真是谨慎啊。这个飞机好看吗？什么机？少侠，宝宝咳嗽老不好，打一顿就好了。聪明的第一步，打2顿。
这除妖大会还真是步步危机啊！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我们也该商量正事了。陛下，今天的除妖大会，您打算怎么比啊？除妖大会当然是以除妖为主，往日都是弟子们比试，这次我们换个比法。哦，不知是何种比法？近日我大夏境内出现一伙修罗殿的残党，这次的比试就是看谁家能消灭这股魔修。看来这老皇帝还没有放弃杀师妹啊。除妖也好，但是怎么样算赢呢？啊，这简单，谁家杀的多，谁家就赢了。哦，这倒是也简单呐。薛晓啊，周路，你们实力太弱，天子也不行。这次一定跟在我身后，千万不可乱跑。谨遵长老教诲。真不知道凌虚为什么要送你们过来，明显着是拖后腿的。就是叫我们过来长长见识。哼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哼！听说你们大隋被我妹妹退了婚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哎，莫生气，莫生气，气出病来谁如意？赵公子，何事啊？一群废物！我们走。此事办好，你日后便是大夏的太子。妹妹，对不住了。既然那个窝囊废皇子不肯出手，那就只能我自己来了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那些修罗殿残党就藏在这儿。各位，咱们各凭本事。哎呀，别墨迹了，我们先走了。诸位，那我们也先行一步了。嘿，我们也走。妹妹，你身为大夏长公主，此番就和我们一起行动吧。去吧，来我身边，正好我们兄妹好久没有叙旧了。大夏除妖队出发。这大夏的人怎么朝着另一个方向飞走了？终于要图穷匕见了吧？按照当前的发展，应该采用第6套方案第13小节，共有36种意外情况需要注意。王兄，我们不是找魔道吗？这是哪儿啊？别人不知道，这是条近道，我们可是占据了主场优势。啊！什么人？陛下公主当心！不好，魔教的人来偷袭了！你别乱跑，你们随我来。是。陛下，这是大隋暗卫的妖牌。还真是大隋那帮杂碎的。不会是因为公主退婚一事蓄谋爆发吧？有可能。幸好咱们随身带了留影石，记录下了此事。快回去禀报父皇。是。且慢，我觉得此事必有蹊跷。谁搞暗杀，还留下这么多痕迹的？肯定是有人故意想挑起大夏和大隋的矛盾。去蜀山几年，智商竟然见长了。小妹说的
也并不无道理。可这大隋一向不把我们大夏放在眼中，小妹小心！小妹，小妹！哎呀，小妹呀！你说什么？替你报仇？好，好，我一定禀报父皇，发兵大隋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你不是？大哥，行走江湖不带分身术啊！刺杀周鲁失败了。一群无能小辈，看来老夫得亲自出手啊！还是太年轻了，暗杀这种事怎么能急？要求稳呐！终于，叽里咕噜说什么呢？这老皇帝还真是不要脸啊，连自己女儿都想杀。不过，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叶云洲，李玄霄，我快死了！是大夏的人动的手，他们很可能已经知道我是先天剑体了。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没想到我的生命却已经走到了尽头。我是大隋皇子叶云洲，我死后，你可以来寻我的尸骨。最后，就让我再看一眼这大好河山吧。你是你？一伙人杀赵露，一伙人杀叶云洲。看来师傅所说的动乱源头，就是那老皇帝了。天下大乱，老皇帝就可以用万魂幡吞噬众生，真是好算计啊！是谁救了我？难道是你？我就知道你不会不管我的。这是好歹毒的心肠。哎呦我去，这帮蠢货！父皇，肯定是有人想借退婚一事，引起大夏和大隋的战争。此人心肠实在是歹毒。确实可恶，别让老夫知道是谁，否则我就把他大肠从屁股拽下来，再给他塞回去。没错，太可恶了，居然用这种方法来挑拨离间，此事这一定要彻查到底。陛下，能还我大隋公道便可。那是自然，不过既然除妖没除成，恐怕
我们还得继续比斗啊！也只能这样了。那好，今日大家稍事休息，明日开始比斗。这老皇帝居然还要继续比，看来还有后手。幸好我也有后手。掌力启动。掌力启动。哎呀，不知道这掌门为什么非要让我这种渡劫期的大能潜伏到大夏皇朝？难道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？又一位渡劫期供奉啊，2位渡劫期，看来此事事关重大呀！等等。还有，不止2位。话说太古时期，4位渡劫期呀，不止，还有8个化神期，12个合体期。这大夏王朝是出了什么灭世魔君了吗？怎么还是感觉不稳妥呢？要不再调点人。幸好我模仿过师傅的笔记，还偷了借了师傅的头发和印章。没想到啊，你最无能的女儿，偏偏破坏了你最完美的计划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总觉得有一双无形的大手在操控着全局。唉，会是谁呢？你的儿子赵启？不可能，他没那么聪明。无所谓了，现在该执行我的计划了。哎呀，京城大乱，受影响的还是我这个帝王啊。没关系，俗话说得好，破而后立。事成之后，我们一人一半。好，一人一半。下。不愧是蜀山苏，在下佩服。承让。好帅啊！真不愧是大隋第一美男，就是不知道被便宜了谁。在吗？这么执着，不会真是那啥吧？救我之人是你吗？完了，这是要背后捅我呀！这仙侠世界真是越来越抽象了。你是谁？竟敢闯我皇宫！修罗殿大长老，见过陛下。什么？修罗殿的杂碎而已。果然还是来了。你竟敢闯我大夏皇宫！你可知我大夏与魔教势不两立？我来是告诉你一声，那大夏的龙妹被俺修罗殿拿走了。百年大计，千秋大义，只得攻城之事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！快带人去保护龙脉。是。大隋众将，跟我一块保护百姓。玄天宗，跟我守住缺口。
这么大动静，幸好我提前把大夏的高手都支走了呀。如今整座王城只有2位合体期的废物。大胆妖女，速速放开我大夏龙脉！哪里来的废物，竟敢呵斥本尊！找死！这怎么回事？有人下毒？没想到吧？你们尽心尽力服侍了一辈子的老皇帝，早就想杀了你们。什么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成仙了。今天你们都要死在这里！救命啊！这些人全都是元婴期修士，绝不是咱们可以抗衡的。我不怕，能和师兄死在一起是我的幸运。谁要跟你死在一起？请贼先前往。苏安，你保护师弟师妹，我去回这位所谓的大长老。是。来的正好。诸位，你们先坚持住，增援很快就到了。增援，今天在座的各位都得死。这里可是有2个美人，今天我要好好享受享受。一群肮脏下贱的泼皮，也敢在蜀山面前造次！这是10香软骨散。愚蠢的蜀山，你们不会认为我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吗？这下看你怎么反抗！你们卑鄙！没错呀，我们就是卑鄙。我们要是不卑鄙，那加入邪教干什么呢？哎，磨叽什么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师姐，不怕，我有蜀山令牌，一令在手，蜀山弟子前来驰援。不好，这些人早有准备。毛都没长齐的娃娃还想跟我斗？那个小道友啊，你看看还有什么别的方法能联系蜀山求援吗？我，怎么还有一枚令牌？而且这令牌的样子好奇怪啊！小道友，快，不妨再试试，再试试。好。愚蠢呐！朕早就在这里布下了防空禁制，别说令牌了，就连一只苍蝇它也不会。我操，遁地，这合理吗？这令牌还有这功效？蜀山重阳子接掌门剑令。蜀山道无涯接掌门剑令。蜀山玄太虚接掌门剑令。蜀山天北冥接掌门剑令。蜀山剑阵荡邪除魔。蜀山剑阵荡邪除魔。是蜀山供奉，咱们有救了。我靠，哪儿冒出来的？这4位渡劫大能从哪儿来的？难道是师傅早有预料？陛下，不用谢。我还得谢谢你们。四师姐，此番京城巨变，恐会牵连无辜，还请吩咐蜀山弟子疏散百姓。还是小师弟想的周到。众弟子听令。是。入城救百姓。是。玄霄、赵露，你们2个赶紧先躲起来。师兄，咱们也走吧。你自己走吧。师兄，你不要做傻事。
做什么神术？我早都跑了，现在是分身。三林，蜀山剑阵，辛辛苦苦30年，一棍子敲回解放前，为何我精心策划的一切都一败再败？不对，难道那个穿越者在这儿？一定是。你在哪儿？你在哪儿？柳秋水，又见面了。厉玄霄，你让我找的好苦。我们两个之间也没有那么大的仇。放屁！傀儡！好你个李玄霄，又骗我！兄弟们，今天挖了条大鱼，给我抡起胳膊，干他！看似占据上风，实则老皇帝还没有出手。老乡见老乡，你不死，我心不安啊。经营半生，功亏一篑呀，朕终究还是败了。师尊，我愧对你的教导。这不怪你，蜀山屹立正道3000年，岂能轻易的由你开启战乱？我想出手，忍！万魂幡还没有大成，你还需忍耐，再等等，等到时机成熟，定然叫你荡平蜀山。好，我忍。来人！陛下，诛杀修罗殿！老皇帝终于对修罗殿动手了，看来忍不住。这次算你好运，下次可都别怪我了。不好！你杀不了我。你不会以为凭一个法器就能拦得住我吧？没关系，我蜀山供奉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我就不信你会跟我一个炼气巅峰同归于尽。杀了你，我照样可以走。你为什么一定要杀了我？你戏弄本尊，你居然灭我修罗殿！上次那件事情是你的卧底觉得你伤了他的心，主动跟我师父说的。我听到之后啊，痛心疾首。围剿我都没去，还损失了好几千点贡献值呢。那今日之事呢？今天之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只是蜀山一个无名弟子，跑过来参加除妖大会，结果他们就打起来了，吓得我只能躲到屋顶。可是，你不会觉得今天这阵仗是我一个人整出来的吧？你听听这事儿多离谱啊！你说的也有道理啊，是吧？你哪有那么大本事？不过今天这件事情，虽然我不太了解啊，但是我好像听说我师父跟大夏皇帝有什么秘密交易。这个老东西居然愚弄本尊，拿我换取蜀山的信任。好了，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我们改日再见。等等，你若是没有地方可以去的话，我倒是有一个好去处，有一个地方叫神草山，就在大隋境内，你也可以去那儿东山再起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明明刚才我还想杀了你。我也不知道，如果你不是魔教中人，那该有多好。尊上，该走了。你快点去吧。谢谢你。
剑灵，按照原计划准备动手。李玄霄说的没有错呀，这里果然是一处人杰地灵的好地方。尊上，刚收到消息，那个帝女凤又来趁火打劫，抢占我们地盘。帝女凤，哼，欺人太甚！落魄之日谁都有，别拿一刻当永久。幸好有这神草山给我们兜底啊！那蜀山弟子为何对教主这么好啊？还不是因为本尊的魅力。这世间的男子哪个见了本尊不被迷得神魂颠倒？尊上厉害啊！别急，这才刚刚开始。接下来我会让那个蜀山弟子背叛蜀山，成为我们的棋子，帮我们一举拿下蜀山。许我一切！没想到这里也有埋伏！好你个李玄霄，我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如此彻底。什么李玄霄？我乃奉先皇之命来取你性命！你是大夏王朝的人，你把李玄霄怎么样了？你说那个被强行搜魂的人呢？他呀，已经变成傻子了，还流着哈喇子。没想到他居然因为我落得如此下场，我居然连他都没有保护的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来人！感谢各位英雄豪杰今日为苍生黎明做出的贡献，日后可来我蜀山一叙。蜀山豪杰果然名不虚传。大隋皇子确实风度翩翩。他来干嘛？果然是相中本小姐了嘛。算了，拒绝吧，毕竟我已经有了师兄了嘛。麻烦请让一让。不好，来者不善。玄霄道友，很高兴认识你，下次有机会可来大隋一曲。你，玄霄道友，哎，你这里有东西，我知道是你，虽然你藏得很好，但我还是能认出。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这次大夏王城的事情啊，多亏师尊的英明领导，暗中赐下掌门令，否则百姓必将生灵涂炭。什么掌门令啊？我不知道啊。多亏了师傅暗中安排了4位渡劫供奉，10几位合体7大能。都是小意思罢了。不用猜了，如此稳健的行事风格，定然是玄霄所为呀。来，你们先下去吧，勤加修炼啊！是。哎，等会儿，你留下。未经师父允许，擅自取走师父法宝防身，实在是心中有愧。这！哎呀！你什么时候拿走的？你还拿了什么了？我的掌门令牌，我的明光甲，我的本命灵剑，你快给我还来！我的万里交流剑，行，我的八宝葫芦，放下！哎，我的，这是帝女凤的珍藏款，当初我花了500两银子买回来的，你们能坏吗？没有，就这个味儿，你不觉得像二师兄的汗脚吗？
你放屁！这是当初我暗中花生拍卖出来的。那个拍卖场是我黑丝产业的下游，当初这个定价5两来着，谁知道有个冤大头上来就喊500两。李玄霄，你给我站住！呀！唉，师兄，让你惹师傅生气，这下好了吧？被罚过来充公，在这选拔弟子。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故意惹师傅生气，让他来选我来选拔弟子呢？那你的意思是？谁知道这些弟子里面有没有魔教的奸细，有没有什么先天抽象圣体？我必须从根源上杜绝这些人进入蜀山。还是你想的周到。下一个，听说蜀山乃是修仙界的名门大派，我一定要加入。只要你心中有道，蜀山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腾。王腾？你出门前，你爹有没有嘱咐你什么？我爹说，我儿王腾有大帝之资。好，你先去那边排队吧。这个人重点记录，威胁性极高。为什么？因为王腾这个名字太过不祥，很有可能引来某个姓叶的天命人。下一个，你叫什么？我叫叶凡。叶凡？对，叶凡。是的。你叫什么？我叫韩立。那边那个，我叫古月峰。哎，好，够了。哎，不要再说了，你们都去那边排队。哎，我蜀山这是造了什么孽啊？怎么会凑齐这些个天才？怎么样，师兄？是不是我们这届人才太多了？咱们蜀山就……屁！是我们蜀山要完蛋了。这不是好事儿吗？师兄，你为什么要说蜀山完蛋了？你根本就不知道，这些名字背后都有不可言明的宿命。这些人要进到蜀山来，蜀山必灭门。啊，哎，那这样的人，其他宗门100年难得一遇，怎么就我们蜀山都遇上了？真是倒霉死了。所以我怀疑，背后有人暗中作梗。你把这些人都好好记录下来，尤其是那个叫古月的，重点观察。跟我走。去哪？根据我的蜀山毁灭论推断，这些局一定是一环套一环的。不行，我现在去查查近3000年来蜀山的非正常记录。师尊的布局怎么样了？王城一事不仅让我身受重伤，甚至连群臣都已经不再信任我了。如果再这么拖沓下去，恐怕我就要坚持不住了。别急，本体已经引动宿命，将身负宿命的7元之子都送往了蜀山。现在的蜀山已经塞满了火药桶，随时都会爆炸。给我一个准确的时间，我的万魂幡早已经饥渴难耐了。放心，那颗点燃火药的火星子10年前就已经送往了蜀山。哎，师兄，你看这个，三师兄10年前申请了一个单独的洞府，照顾怀孕的妻子。10年了，这洞府还没还回来，也就是说，怀孕怀了10年。哪吒他妈也才怀3年。根据内容记录，三师兄的道侣好像是非常稀有的阳灵根，但我怎么记得三师兄的前女友是阴灵根？坏了，三师兄这是要借腹生子，给心上人做药引。什么人能干这么离谱的事儿啊？这也太少了。练脑都这样，
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他们做不到的。子东，这些天我感觉我们的孩子一直在肚子里踢我，折腾死了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快了，就快了。是啊，娘亲马上就能见到你了。只要飞燕能以胎儿入药，他日定会开宗立派，造福天下百姓。反正是一个孩子，以后还会有。子东啊，你说我们的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我觉得是男孩。那这小子一定很调皮，我可不能让他欺负人。灵儿这么善良，一定可以理解我的。飞燕，你怎么了？子东哥哥，我的修为始终无法寸进，我不想活了，让我在最后看你一眼。飞燕，你再坚持坚持，白灵已经怀了10年，她马上就要生了。我怕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。不，你会的，你一定会的。飞燕，你等我，为了你，我愿意剖腹取子。真的吗，子东哥哥？我发誓，我一定可以治好你的。牺牲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去救一人，灵儿应该能理解，甚至支持我的吧？这书好有针对性啊！那书是我闲着无聊从外面买的，还挺好看的。讲的是一个渣男为了前女友，把自己老婆腹中的胎儿当作药引的故事。然后呢？然后他就被2个女人都抛弃了，而他自己也被师门问责，最后囚禁到死。这样吗？子东，你怎么了？这书绝对不是巧合，看来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灵儿，我必须跟你坦白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我不是人，我是畜生。我当初之所以接近你，就是为了剖腹取子，给我前女友做药引。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真相？因为我实在受不了良心的谴责。你我相伴10年，我早已发现我深深的爱上了你。我实在不忍心看着我们的孩子给别人入药。不是这样的。灵儿，你杀了我吧，这样你能好受一点。你对我怎么样都可以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杀了我，你杀了我吧。罢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只要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的。我发誓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。还有孩子啊，对，还有我们的孩子。我们的孩子马上要出生了，我特意在蜀山给他选了块灵气充沛的地方，方便孩子成长。要不我们现在就走吧？好，我去收拾下东西。终于要忍不住了，回去收拾收拾，准备动手。慕容墨，老大，好久不见啊！我杀了你！这么暴躁，还好我早有准备。千里顺衣服，走你！你敢！教主，我们是给我。这给我干哪来了？这是我的千里顺衣服，当然是到蜀山了。好强的剑气！你笑什么？我的蜀山剑阵已经启动，帝女凤，你今日必须死！哼，在那之前，我会先杀了你。你怎么知道现在的我不是分身啊？你算
算你狠！站住！干什么？蜀山长老现在正在赶来，你现在走已经晚了。不过，如果你能跟我做一个交易，我答应你，放你安全离开。什么交易？很简单，跟我一起对付大夏皇帝。事成之后，大夏龙脉我分你一半。咱俩谁是末将？灭人国运这种事情，你就这么没有心理负担的说出口了？你不答应，天下殿地女凤，受死！你有把握杀了他？我已经布好杀局，如果你不答应，大夏皇朝覆灭，你天煞殿必然会遭到清剿。这理由不够充分，我与大夏皇帝无冤无仇。你想听真话？当然。真话自然是因为你聪明伶俐，实力强劲，高深莫测，而且人长得也漂亮，美艳无双，天底下再也找不出你这么漂亮的人了。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可是还不充分。唉，你为什么叹气？柳秋水可比你有事业心多了，他就知道联合大夏皇帝窃取龙脉。看来他更适合。这活我接了。这么爽快？击掌为誓。你当我傻呀？啊，这是天道盟约，上面有1000件条款，包括但不限于不许背叛、不许反水、不许大力喧嚣。你不想签？受死！好，我签。我可以走了吧？慢走不送。哼！怎么总感觉有些怪怪的，好像被人骗了。啊，差点把嗓子都喊哑了。幸好这帝女凤好骗。哼，圣主，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弄死老皇帝了？还不够。不好。三师兄要剖腹取子，灵儿，你怎么了？刺痛，我可能要生了。真的？我能感觉到他在踢我。太好了。刺痛你干什么？灵儿，见上见世是我负了你，我们以后还会再有孩子的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那你为什么要向我坦白？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？因为有人在背后盯着我，他知道我在谋划什么。那本书就是证据，我只能骗过他，把你成功带出蜀山。原来一切都是假的，原来都是你在骗我。灵儿，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我们损失的只是一个孩子，而飞燕，她若是因此补全大道，日后若是能开宗立派，那是造福天下的事情。可这是我们的孩子，孩子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我发誓，只要能帮飞燕补全大道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，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灵儿，对不起了。这是先天道胎。哈哈哈哈！道胎降世，生父杀子，违逆天理，祸乱苍生。蜀山大捷，师尊布局已经完成了。太好了，朕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按照师尊的吩咐，现在你可以带着万魂幡前去蜀山，趁着那道胎被杀、蜀山崩裂之时，吞噬蜀山弟子，助你成仙。不用提醒，这一天，朕期待已久。告诉师尊，若我此番能渡劫成仙，朕的江山必分他一半。师尊会感谢你的付出。
众位有请，是谁？陛下，你怎么？这是您的万魂幡？什么？你有意见？万魂幡乃邪教至宝，还望陛下迷途知返，否则什么？否则我等大夏修士必将你铲除！铲除本王？万魂幡！无能的皇帝，朕当够了！今日起，朕就飞升成仙，随着天地间的帝王不死不灭，千秋万代！蜀山，朕来收你们了！先天道胎，天命之子，但凡成长必然成仙，任何势力都愿意耗费大价钱将其占为己有。正好，飞燕若是能因此补全大道，也不枉我对他的感情了。对不起，谁？三师兄啊，三师兄，你怎么到了这步，还是犯了错？当年我出入山门，还是你给我铺的主。你没事吧？你是燕子洞的师弟李玄霄？没错。救我的孩子！什么？别管我，先救我的孩子！先天道胎，传闻中这种胎儿很难长大，因为不管是什么势力，都不会允许他成长，就连蜀山也保不住。你是说，我的孩子也会死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说，难道好人真的没有好报吗？墓碑子苑，此子吸收太多怨气，如果成长起来，恐怕要毁天灭地。你干什么？我能不能求求你一件事情？先天道胎刚刚出世，尚未稳固，你且将他的道宫取走，道体打散，保他一条性，随便送入一户人家，我只要他此生平平安安。求求你了！我看过蜀山记载，知道这先天道胎的道骨和道体对修行之人来说是至宝，这些都是你的，我只要我的孩子能平平安安。你越狱先天道胎已经违背天道，死后神魂俱灭，连投胎转世都不能。你积德行善一辈子，到最后竟落得如此下场，你不觉得凄凉吗？这可能就是命运。我认，只要你能救救我的孩子。抱歉。什么？我不会让你死，更不会让你的孩子死。我虽然不信什么好人有好报，但同样，我更不信命。凭什么积德行善的人要命丧黄泉，大奸大恶之人却高枕无忧？天命就是如此，好人不得好报。既然天命不佑，自有我蜀山，自有我李玄霄，为众生截取一线生机。分群起！真是，也不知道师兄怎么想的，为什么让我在这儿等父皇？那父皇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儿呢？还真在这。蜀山受死！鹿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师兄李玄霄让我在这儿等你。等朕？干什么？他让我给你带一首诗。诗？床前明月光，疑似地上霜。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这是静夜思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了！蜀山弟子李玄霄。父皇，你怎么了？快说，那李玄霄现在何处？
无望山。无望山，蜀山强大，一时半会儿肯定无法攻克，不如先吞了这李玄霄，助我突破渡劫，再回来覆灭蜀山。哎，父皇，父皇！唉，师妹，节哀顺变吧。师兄一直都教导我，人为了正道，不应该有私心。父皇，为了天下大义，原谅女儿吧。四师姐，给师父传信吧。好。蜀山弟子集结！你之前见过先天道胎？没有，人生第一次。那你这趟业务为何如此熟练？无他，只是在没人的时候多加练习。像先天道胎这种能够毁灭蜀山的东西，我自然是有预案的。那你为何要做这些事情？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好人不一定有好报，但人行善事，岂又是为了回报？我希望你永远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。不要对这个世界失望。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爹要杀了你！爹要杀了你！他怎么了？疯了。多谢玄霄师弟救我们母子二人。今后我打算离开蜀山，找一处安静的地方抚养孩子。记住，万恶莫行，百善奉行。我会永远记得。先天道胎，蜀山毁灭论中几率最小的几项，看来应该不是那老皇帝的手笔。罢了，先去把那老皇帝弄死，再去找那幕后之人。灵珠炸开，难道是先天道胎的布局被人破了？不可能，师尊10年布局，怎么会轻易被人破掉？师尊，先天道胎诞生失败。什么？还真是小瞧了蜀山。老夫耗费了1000年寿命才推演出蜀山灭亡的天机，到底是谁？是谁在其中捣鬼？师尊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你大师兄呢？带着万魂幡去蜀山了，要不要去阻止他？不必，就让他去敲碎蜀山，把蜀山的人都吸引走。然后呢？然后就可以趁乱入侵蜀山。好你个李玄霄，你当我是傻子是吧？真以为我会上当去了无望山？想必你早就在无望山布下杀阵等着我了吧？哼！出来！查到李玄霄的踪迹了吗？陛下，根据线报，他悄悄地前往了神草山。无望山果然是个陷阱。区李玄霄，你敢跟朕耍心眼，你也配？陛下，那咱们要不要去调动军队灭了他神草山？调动军队？你觉得朝里那几个没有用的老家伙会同意我调用军队进入大隋？一帮没见识的软蛋，生怕世道一乱就保不住自己的身家地位。当年若不是他们几个死贱逼朕打破规矩，送皇子跟白马和亲，这些年
我大夏怎么可能落得如此狼狈？那老奴就先行给您探路吧。不必了，朕这个皇帝窝囊了一辈子，就算突破了渡劫期，还是被蜀山压在脚底下。今日只有找回场子，好好的出一口气。老奴恭送陛下。退下吧，且在宫中给朕备好美酒，等朕吞噬了李玄霄，成就仙体，再把整个蜀山炼化。凯旋归来。谁？是我。参见山主。让你做的事情怎么样了？山主放心，我已将山中布满阵法，绝对让那老皇帝有来无回。终于到了最后一刻了。你们说玄霄的这次计谋真的会成功吗？那暗中对我们蜀山痛下杀手的老皇帝，他真的会上当？我相信师兄，我也相信小师弟。哎呀，赶紧打吧！这打完呢，还要追逐我的爱情。要不是小师弟这次非让我来，我才不来呢。看大师兄还有人可以追，而我现在整个蜀山的师妹师姐见到我都绕道走。可毕竟你1个月失恋18次的记录，已经传遍整个蜀山了。我到现在都想不明白，明明发誓彼此相爱，那为什么全都离我而去？那会不会是因为你汗脚？我脚怎么了？我的脚怎么了？我脚怎么了？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只要把袜子一脱下，就有专门人来收。一双袜子能卖3两钱，味道越臭，我卖的价格就越高。我靠卖这个原味袜子，我已经在中州买了几套豪华宅院。我骄傲了吗？我膨胀了吗？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道心紊乱，道心紊乱。这师傅，确定不是因为我的汗脚？为师对天发誓，真的不是。啊，那弟子便放心了。啊，师兄来信号了，咱们准备好。上次我打这个老皇帝的时候，还是我7岁的时候，干他！干！周围这一个人都没有，如此平静。根据我穿越者的经验来看，越是平静，越是危险。非常平静，就是非常危险。这老东西还真是谨慎，果然一点都不上当。我这次可是以真身出现，不惜以身入局，你可别让我失望哦。我就说你李玄霄不会乖乖就范，这里还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。根据力量的源头来看，不是人，是一把剑。不对，怎么可能就你一个人？我没有必要亲自冒险，我还是派个人过来。哎，搞了这么大阵仗，老东西怎么说走就走啊？抓住你了！你怎么又回来了？为了迷惑你的障眼法。记住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穿越者只能有一个。
打不死的，放开我的下主！哟，原来是一个剑灵，有意思。你别急，等我吞噬了厉玄霄，一定好好把玩你。你做梦！我剑灵一生绝不释放二主。别着急，我宫中有炼化炉，专门对付你这种灵物，保证帮你调教的不要不要的。呸！老东西，肮脏下流！这是天下的帝王，下流一点儿，岂不是更亲民？那我就斩断你的脊梁！老东西，你果然还是按耐不住成仙的诱惑。从你出手的那一个瞬间，你就已经输了。先锋剑，空前锋剑，果然是早有准备，防止我逃跑。厉玄霄，你不会以为凭一支剑灵就可以杀了我吧？哼，当然不是。帝女凤寿，出来吧！恨皇帝受死吧！一把剑，一只妖，竟然跟这大放厥词，搞了500年，就是为了今天！不愧是巅峰渡劫的大能，还是有点本事。再来！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就凭这点本事也想杀我？做梦！滚！山主，声东击西，两个没脑子的傻帽，殊不知擒贼先擒王。哎，快点打完，我还要去表白呢。蜀山当代天骄掌门大弟子薛云，蜀山弟子降妖除魔。人多欺负人少，你们蜀山就这个德行？我们这是正义的群殴。好，既然如此，还魂幡！这万魂幡强横无比，咱们这些人还真不一定打得过。我不怕死，我只是希望买我那些原味袜子的人不要伤心。罢了吧，完了！万魂幡，开！既然对方已经使出终极体，那秘境。师傅救我！蜀山掌门在此，何人敢造此？你虚，怎么是你这个傻缺？傻缺什么意思？我夸你的。啊！你既然都夸我是傻缺了，为何还跟我们蜀山派作对呀？你脑子有坑啊你！我呸！我恨你，恨你们蜀山，我恨所有比我强的人。你为什么要恨我呀？咱们俩小时候还打过斗地主呢。你少！谁让你命这么好，修炼天赋这么高？我小的时候步履维艰，而你这个傻缺，每天只知道啃着玉米，流着大鼻涕。当年我啃的是红薯啊！你不要乱讲。你
林虚，这个只知道啃玉米的傻缺，你给我死啊！你都说了，看他是红薯。我的完魂饭，是你傻，你就流鼻涕，你给我死啊！灵虚飞踢！灵虚飞拳！灵虚铁头功！灵虚飞拳！灵虚再飞踢！灵虚肚皮冲击！灵虚独龙钻！哎，师傅，别打了，他灵体都跑了。什么？毒针，你没想到之前那个也是分身。我败了，你杀了我。你当然败了。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，成仙的办法有那么多种，为何你偏偏要跟蜀山过不去？为什么一定要吞了我？因为只有吞了你，才能成为真仙；因为只有成为真仙，才能摆脱这命运的控制。谁在控制你的命运？不是我，是你，是他，是这世界的所有人，全都在天道的控制当中。而代替天道行走在世间的，叫快活老人。快活老人？没错。别着急，他很快就会来找你。这世上没有谁可以控制我，天道也不行，老子不玩了。哎，我靠，走得这么果断！不好，蜀山遭到入侵了。蜀山，为我受死吧！蜀山弟子结阵。什么？你学校？你不是追老皇帝去了吗？抱歉，我的分身有一点多。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啊！蜀山弟子降妖除魔。蜀山弟子降妖除魔。